后来最近网络有咧传，讲这个过鸟、红凤菜、本能甲杨桃这4蔬果有害的物质，会伤肝、伤腰子，阁会致癌，这敢有影咧？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。 青的果子800款，5花10熟。咱拢知影，想要身体健康，爱加食果菜。不过网络煞流传一支影片，120万人点来看，内容写着有4种果菜，伤肝、腰子，甚至致癌。1. 蕨菜，上榜原因属于2B 类致癌物。 那过了，这支影片佮讲到橘色的红凤菜对人体产肝毒性，唔知影敢有影？咱随向营养师求证。 基本上，你如果一天就是你吃1-2盘的红凤菜，其实是有助身体健康的，所以是不会产生致癌的。这个是我觉得是谣言的部分，所以它营养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。但是要提醒，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去爬山或是路边，他可能会采一些是不可食用的蕨菜，那可能比较容易引起所谓的一些可能轻微的食物中毒的事件，这样子。奉劝大家千万别碰槟榔。 这支影片讲到，第3种伤身体的果菜，就是有恶魔树脂外火槟榔，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作1级致癌物。第4种果菜是杨桃，有一种神经毒素，对腰子无好。影片所讲的有几分真假？ 本身槟榔籽它就是一个致癌物质，这个还蛮明确的哦。不只是说你一定要加到什么红灰或者是什么石灰才会致癌，它本身槟榔籽它就是一个蛮明确的致癌物质。对于有肾衰竭的病人来说，务必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，大部分的蔬果它的钾离子含量都是偏高的，那尤其是要避免就是像我们提到杨桃啊、香蕉啊、竹笋，或甚至大家常吃到的空心菜啊，这些都是钾离子含量蛮高的蔬果。菜色果子因为有真济石化素，有真强的抗氧化能力，会当互身躯较袂发炎。不过食果菜时阵，除了爱加注意农药残留的问题，嘛莫一项物件食伤济，爱喝水稻，加食天然营养的，才会当互身体健康。